各位觀眾老友記，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呢件事真係令人心頭一沉。日本宮崎縣日前發生一宗悲劇，一個由81歲母親獨力支撐嘅家庭，一家三口全部伏屍屋內，頸部都有勒痕，現場仲揾到疑似遺書。警方初步估計呢個悲劇可能同長期照顧帶嚟嘅沉重壓力有關。事發11月21日嘅上午9點40分左右，負責呢個家庭嘅看護員如常咁去呢個宮崎縣岩岡市古城町嘅一間住宅探訪。推門入去之後，眼前嘅畫面嚇到佢魂飛魄散。屋入面一家三口全部都倒喺地上，毫無反應，冇晒意識。看護員即刻驚慌報警，救護員趕到將三人送醫，但最終都確認佢哋嘅心肺功能已經停止，無力回天。經警方確認，三名死者分別係87歲嘅丈夫宮田憲二、81歲嘅妻子宮田信子同埋51歲嘅兒子宮田一郎。呢個家庭嘅處境好特殊，老父親憲二長期患病，行動不便；兒子一郎又冇工作，仲有身體嘅障礙，生活都需要人照顧。而家中唯一嘅頂樑柱就係年過8旬嘅母親信子，長年累月都係靠佢一個人撐起呢頭家，照顧兩個病人嘅起居飲食。現場勘察嘅細節更加添悲傷。警方發現老父憲二同兒子一郎都伏喺同一個房間入面，而一個就躺喺床上面，一個就倒喺地上，身上都冚住被啊。而母親信子就瞓咗喺1樓同2樓之間嘅樓梯位。最關鍵嘅係，三人嘅頸部都有明顯嘅勒痕，屋入面亦冇任何被闖入嘅跡象。現場仲揾到疑似遺書嘅文件，結合種種嘅線索，警方初步判定今次嘅事件冇外人嘅參與，調查方向主要係集中喺謀殺同自殺。考慮到信子長期獨力照顧丈夫同兒子，負擔極重，警方唔排除係信子先下手殺害丈夫同兒子，之後因為無法承受內心嘅痛苦同長期嘅壓力，選擇自殺結束生命，造成呢個一家三口同歸於盡嘅慘劇。有日本傳媒報道，從出事住宅嘅環境同戶主嘅經濟狀況嚟睇，呢個家庭並唔存在經濟嘅困難，戶主完全有能力申請入住安老院或者係護理機構，唔使由年邁嘅信子獨自承擔照顧嘅責任。咁點解要走到呢一步呢？警方推測可能係照顧過程中累積嘅精神壓力、家庭內部嘅隱憂，或者係其他未被發現嘅問題，最終將信子推向咗絕路。其實呢種照顧者悲歌喺日本並非係個例。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嘅數據，日本65歲以上高齡超過3600萬，其中需要長期照顧嘅人數接近700萬，而好多家庭都係靠家中嘅長者或者配偶獨力支持，照顧者往往要面對體力同精神嘅雙重消耗，長期下來好容易會出現抑鬱、焦慮等嘅問題，甚至引發悲劇。今次宮田家嘅悲劇再一次戳中咗社會照護體系嘅痛點，就算有經濟能力，點解照顧者仍然會陷入孤立無援嘅境地？係照顧服務嘅宣傳唔夠，令好多家庭唔知有支援可用，定係長者出於家醜不可外揚，或者唔想麻煩人嘅心態，拒絕接受外界嘅幫助？呢啲問題都值得我哋好好反思。唔知大家又點睇呢？可以留言話俾我哋聽。